我知道地瓜台语是番吉，因为是番薯。我以前都直翻地龟，都被笑得很夸张。真的不能直翻叫地龟吗？这题非常困难，是安怎困难？因为书典内底有收，毋过咱袂安尼用。哈，阿慧，你是啥物意思？地瓜这个汉字伫1931年甲1932年的台日书典内底拢有收，毋过其他较新的书典内底，包括1973年 Embry 书典、1979年 Marino 书典，一直到当的教育部书典，拢敢若收汉字，无收地瓜。这代表伫历史上可能真正捌有人甲这号做地瓜，毋过落尾可能是真正听无，渐渐无人咧用啊。所以即摆的人应该是袂讲地瓜。阁有，虽然书典内底真正有，毋过我个人感觉，因为厝呢真正讲地瓜，所以对咧讲，甲摕华语来直接念汉字，结果拄好书典内底嘛有，即两种情形的意义是无啥共的。所以讲遮济，你若是问我，我是无建议讲地瓜啦。